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月月。今天呢，我们邀请来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越剧艺术家演员，他呢就是我们的蔡老师蔡新芬。蔡老师您好。你好，你好。然后呢，我们的蔡老师是海外越剧联盟代表波士顿的共同主席。那么蔡老师可以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吗？顺便呢给我们做一些您的简单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新芬。这一次从波士顿来到了洛杉矶，受索菲女士跟李英先生的邀请，非常的开心，共同来参与传承缅怀越剧的这样一个活动。我的那个从艺是因为我家是梨园之家，所以我很自然的就喜欢越剧。从小在后台长大，然后我有个机会，我父亲就把我送进了嘉兴地区越剧训练班，但是我去的一个剧团就是很特别，是顾旭东剧作家为首创立的这样一个乐训班，所以我们第2年就开始排舞女百兽了哈，所以我可以说是舞女百兽的首演的一个三女婿就这样子开始了舞台生涯。从小就受到这个艺术的这个熏陶对，但是我其实我们的那个艺术指导我们有很多老师嘛，我们这个30几个学生有18个老师呢，他们就从小让我们有分行当的时候，我就被分派成唱反派，所以我的启蒙戏就是楼台会，所以也慢慢的也喜欢上了反派因为我跟我的老师中式范瑞娟是同乡，所以对我咬字这个这个咬字韵腔就是比较容易上口，是的所以我也觉得很就是说很感恩的范瑞娟老师收我为学生，还把我当成女儿一样。哇，从小在这个艺术之家长大，受到了这些艺术的熏陶。那么您呢，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这个越剧传承人和越剧表演家。那么对于这次受邀美国第5届传承杯艺术节来参加这个越剧专场，也就是我们开场的这样子的一个表演，一个表演环节，一个表演嘉宾，你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呢？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感动的，因为我大概2019年第一次受邀去纽约参加了一个有一种叫称剧越剧园这是开始的。但是其实我为什么重返舞台呢？就是也是对越剧的一份热爱，那也是对老师的一个叫什么说？我觉得对老师有个亏欠，他同意我来到了美国，那我离开舞台差不多整整28年，几乎就没有重新正式上舞台。那所以我对索菲李英先生很感激的，他们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因为其实虽然我们离开了舞台，对吧？但在越剧的爱好的那种心态是不能抹去的了。是好像有些人说你骨子里边就喜欢，是的。那趁我们现在还没那么老，那就来很欣然的就来参与了。所以今年来参与这个第5届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呢，特别开心，因为经过这几年的慢慢的给自己心理上面个调整，那我也减掉一点肥，因为慢慢的胖起来自己不知道，人家也形象已经不行了，保持形象，然后对，重新给我一种动力，好像重新出发，是的，然后这次来演出呢，我就跟裴燕他许派小生来演一个18相送，再来一个回18这是我老师的那个经典戏嘛，所以也是很开心。我觉得能够来参与索菲他们来组织的这样一个越剧联盟来在海外一起来传承跟发扬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越剧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是的，所以我也觉得非常乐意，也非常开心。同时，您带来2曲，您说您老师非常经典的这个曲目，也是为了就是怀念当时跟老师去学习这样子这个艺术的这个当时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也觉得，我也不忘我老师专门帮我相亲同意我嫁到美国来，然后我就是在美国跟一批粤剧的这个专家们一起来做这种事情。是的在参与在其中，我觉得很有意义，很开心的。那么参与这样子的演艺活动，这样子的粤剧专场，同时也是您作为粤剧这个文化传承人所做出的一些努力。非常非常感谢您能在这个海外也去尽量的去宣传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我们的蔡老师。谢谢。那么对于这次的第5届美国传承杯艺术节，我们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们，来自各地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期待去观看这个节目。然后呢，您想对我们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一些话？你说是他们这些观众对象是海外的呢，还是国内的？有来自各地，就是有国内的，也有一些海外的观众朋友们，所以有些外国人有些中国人这个样子。我觉得吧，我们的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的然后呢有各个戏曲的种类，那我们粤剧是其中一个那我们既然是在这方面受过训练的那我们在这次国际传承杯上面，我们有一个粤剧折子戏专场我很希望观众们能够愿意走进剧场来一起，等于说观众等于说是演员其实是一体的了。我们在台上表演，观众一起来欣赏，但是我们等于说一起一个互动的关系，一起在传承粤剧，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粤剧的美也能够让观众能够在异国他乡也能够看到比较经典的、比较传统的一种我们的这个粤剧艺术，所以我希望得到观众们的支持也能够得到你们的鼓励，让我们这个海外粤剧联盟能够越做越远，也越办越好。希望我们的质量能够慢慢的提高。会即将作为一名观众我想代表其他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所有老师们的这次精心准备的这些曲目。然后呢，我们同时也非常感谢能在异国他乡也能感受到中国的文化这个样子。非常感谢蔡老师，非常感谢您，谢谢。也请大家也同时预祝这次的演出成功，也请大家非常敬请期待这次的演出。谢谢，谢谢大家。